3月是国际婚姻年地日，那讲到婚姻年地，就一定会想到咱台湾。这嘛叫做台湾拍开国际知名度的实力之一。这个饮料，那伫外国是真受欢迎。高雄市盐埕区的新乐街，无到600公尺，就有10间婚姻年地店头，带大家做伙来看卖。天气热，真侪人会啉珍珠年茶或者是普洱年茶。美国民间业者将4月30定做是国际珍珠年茶日。珍珠年茶唔那是伫美国正流行，这么伫欧洲、亚洲、中东、北美洲、澳洲拢啉会到，并且台湾自讲，这么伫高雄的盐田区新乐街，互人叫做年茶街，无到600公尺就开10间，真侪业者伫即间拢设优惠。And I don't know, I like it. I like it very much. 那现在蛮多人喜欢喝那个 bubble tea， 我觉得在世界各地也有，是对，越来越多。外国游客讲，若讲到珍珠年茶就想到台湾，比国外的台湾人也定来摕来甲外国人交流。可能对台湾这个国家不是很认识的这些小朋友或者家长，他们只要看到这个 bubble tea 或者这个叫做 boba tea， 他就会知道哦 ，Let's come from 台湾，享受真正的台湾美食，以及了解一下台湾真正的文化。副总统赖清德也得到国际珍珠年茶日啉全糖的珍珠年茶来行销台湾，以历练煲起来 QQQ 的珍珠，征服外国人的嘴，也替咱台湾拍知名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